后来这个崩山湖溢流造成灾害，都参距离14公里外凤林镇某一间牧场，有120只的牛，马拢互大水请去，业者心真痛，讲损失1600万。 大雨是路袂停，23马大安溪崩山湖溢流，下晡的4点04分11秒，大水是一直冲入牧场，互原本伫咧内底休困的牛拢徛起来，四界乌白状。经过短短47秒，水是愈淹愈悬，大水强要甲规个牛条拢总淹掉。因为我的牛在外面啊，就刚好放在那个牧场旁边那些放牧牛，全部都冲到太平洋去了。这一次损失我估计要1600万了。 马大安溪崩山湖溢流，地属马大安溪桥互大水冲断，就连14公里外凤林镇的牧场嘛受影响。牧场的120只牛拢互冲走，互业者是艰苦到袂晓讲。现在剩下20-30公尺啊。烦恼牛互冲走，佮烦恼会落大雨。20公顷的青色森林，一江之内互大水变做水路。即马若是过落一场大雨，真有可能就会甲边仔20公尺的农舍淹掉。后面还有一个台风，它带来的雨量。 这一次又冲进来，那你一冲进来我就回啦，我又回一次啦。其实这块土地是政府20年前推动的本地造林成果，全国造林面积超过18000公顷。安那大同是上大的业主，开国库200亿，打造凤林地区160公顷的造林地，即马是拢互淹掉。以往你说台风来，它顶多是慢慢的，它这一次不是，这一次好像洪水猛兽一次就灌进来，完全是没办法。 预测得到的，除了审核拢无啊，服业者上界烦恼的是淹水的悲剧会过来一届。反映到现在，只有县政府来关心。讲搁较济，业者的委屈嘛讲袂透，啊那在后的重建之路，嘛只等要开始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